好啦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高雄灯会早暝开幕。这个七赞楼仔悬的海岸，搭配着七彩的水母，有够水。高雄市政府嘛加强防疫的宣导，提醒摊商甲民众都爱挂喙安。市长韩国瑜嘛来召开第二届疫情应变的会议，指挥各单位严密来防守。啊，这个私立的幼稚园今仔日嘛开学了，教育局早嘛展开着消毒清洁的工作，唔敢来放松。 七赞楼仔悬的海岸配合七彩水母表演，并且邀请国内外团体轮流表演。高雄2020的灯会为初5开始，小轮线12天伫爱河边啊，来是灯会民众，大概差不多拢有挂喙安，较安心。去哪个地方都要戴口罩。口罩买不到，对，所以我只好戴2层就。 当年灯会拢有几万人去参观，高雄市政府专门提升防疫。市长韩国瑜召开第2摆疫情应变会议，指挥各单位严阵以待。我们现在高雄市已经一级防护了，所有做的都是 SOP 标准动作，但是很多市民朋友跟观光客不必过度恐慌，一旦过度恐慌之后，会让整个防疫失焦，所以我们还是呼吁大家可以来看看我们高雄爱河灯会。 各行各业伫今日日开工，私立幼稚园嘛伫今日日开学，教育单位伫开园前赶紧消毒。囡仔车内面教室桌啊、椅啊、窗仔门要走廊，任何囡仔会摸到的所在，拢要彻底消毒，落实防疫工作，守护大家健康。